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来到平镇就应该到当地的安平镇古战场瞧瞧。那是台湾早期最惨烈的抗日战争之一，是由当时的平镇士绅胡家猷率领当地客庄6大姓村民所谱写出来的一篇客家族群抗日血泪史。所以那个古战场就是在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吗？没错，这个就是以前的战场，也是胡家猷的土地。原来这边啊，这个打仗打了总共4天哈，这边总共发了子弹哈，哇，1万多发，1万多发那很多哎，对，1万多发的子弹然后哈那个大炮啊，从那个虎头岗那边打过来哈，打了大概要20门的大炮。那有多少族群参与这场战役？6大家族嘛，6大家族们因为都是客家人啦，所以都是客家人来跟日本人抗战，当然就是打输啦，就弹尽援绝啦。平镇后代子弟对于120年前先人如何组成义勇军，奋勇抵抗日本人的事迹，大多如数家珍。因为那时候已经大家都是目标一致，要对抗日本人，已经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心理。已经把个人的利益啊抛弃在外面，所以说我们就把这边的粮食都自动的拿出来啊，供应那些义勇军作为他的粮食的伙食。当年的战争指挥所中山堂，如今还坐落在原址，传递着当年的历史。那这个总山堂在当时抗日的时候啊，是扮演什么样的地位啊？这个总山堂啊，这个当初这个附近都没房子嘛，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个房子，所以说当初抗日的时候啊，这边就是他那个中枢地钮，中枢地方，就是所有的商讨要怎么打仗，要怎么粮食供应啊，要怎么样人员调度，都从这边讨论，一个战事基地。对，这边的死伤啊，就依照从日本的资料。还有跟台湾的自己的资料研究出来啊，日本人这边就死了这样100多人。我们这义勇军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30-40个人。那时候就听我的外婆讲，是，她的血水就从那上面的那个上坡啊流下来，所以说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血流成河。虽然这也是2个甲子以前的故事，但是所有平镇客家子弟都会牢牢记住先人保家卫国的英勇故事。